因为即马丰泰街啊，这婚姻西丽果菜市场菜色货量明显嘛较少，菜价平均对10公斤起对43块起到45块有起小看。这果菜市场嘛表示，因为即届丰泰实际农损的情形是也未了解清楚，这菜色价格嘛可能继续起悬。丰泰街啊落着雨，但农民嘛是落田采收蔬菜。云林西里农民表示，虽然这届丰泰今年无落大雨，但风势真强，至少会造成蔬菜率有损失。因为往事的还好啦，如果露天的话，也一定多少都会坏。昨天晚上风也很大，稍微有一点小损失啦，就是还是有稍微泡到这样。农民就讲，被强风吹歹去的蔬菜，如果无赶紧收成，后续损失会更加惨重。对此，西里果菜市场就讲，这几天农民预期新令秋收，10月30号蔬菜交货量达到900吨，但11月1号上午，蔬菜交货量明显减少，菜价为平均43块起到45块。大项菜拢悬啦。最主要原因是大家丰泰钱拢收了呀，拢倒位。2块的幅度啦，过来我看起是稍微慢慢会起啦，因为货源会无啦，因为你都南北部拢做水灾，因所损失的物件爱由咱这边补。物以稀为贵，这是市场机制啦。西果菜市场表示，看来丰泰虽然在中部无带来大雨，但强风同款会造成露天的蔬菜灾损，包括印菜产地价小每公斤50块起到67块，小白菜30块起到40块。至于高山的高丽菜，因为山区的路歹行，供货量卖大幅减少，但后续菜价是咪阁会起价，阁需要观察蔬菜受损的状况，继续向有年报道。